隨着中美貿易戰微現曙光，樓市負面因素稍減，週末成交氣氛繼續回暖。而新財政年度的賣地計劃預示未來私人住宅供應大減。美國今年又有機會停止加息，也加強本地樓市的抗跌力，令一些早前保持觀望態度的潛在買家重新考慮入市。差餉物業估價署的住宅樓價指數，自去年8月開始連跌5個月，累積跌幅9.2%後，到今年1月首現輕微反彈，市場重新出現小陽春的憧憬。差估署數據顯示，今年1月樓價比去年12月回升了0.8%，不足1/1000。雖然升幅輕微，但是扭轉了5個月的跌勢。樓市是否再度轉勢向上，有待未來幾個月的表現來確定。而近月市場一手熱門新盤去貨理想，二手成交亦重新活躍，出現春苗，樓市寒風稍減。其中一個原因是發展商一改市旺時期加價開盤的策略，而是貼近市價甚至低於市價出售，再視乎市場反應，決定加推時的定價策略。有市區大型新盤去年底比市價低20%推出首批單位，刺激了市場購買欲，扭轉市場的冷淡氣氛。經此一轉，一手新盤近2個月銷情回復暢旺，帶動二手成交亦回升。今年1月整體樓宇買賣註冊宗數就結束2個月的跌勢而回升，而且交投量比去年12月急升80%，而純住宅的交投量更升了1.2倍。私樓市場未繼續下調，還拜政府決定改變新增公私營房屋供應比例所賜。港府幾年前加快賣地，現在建成新樓大增，去年新樓落成量更接近21000伙，創下14年來新高。預計未來2年每年落成量仍會逾2萬伙，超過長遠房屋策略的年供18000伙目標。不過，當局公布未來公私營房屋新增供應由現時的6:4比改為7:3比後，預料過了這幾年高峰期，私樓供應將回落。剛公布的新1年財政預算案和賣地計劃，證實了市場的預期。新財政年度賣地表可供興建住宅單位只得8800個，是10多年來最少。連同鐵路上蓋發展、市區重建局及私人發展項目，預計全年潛在土地供應可供建屋只得15500伙，比本財政年度的25500伙大縮近40%。而預計未來5年，每年平均落成量約為18800伙，比去年的預計少2000伙。外圍環境方面，去年樓價下跌的2大外圍因素，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，二是中美貿易戰打擊經濟。現在美國經濟增長放緩，令聯儲局可能放慢甚至停止加息，減少了本地銀行的加息壓力。至於中美貿易糾紛，近來亦微露曙光，令市場減輕了憂慮。由於樓市寒風稍為轉弱，未現大幅下跌跡象，政府也轉為小心行事，施政重點因而不會放在減辣，而是防範樓價重新飆升，樓貴租貴。勢將有人呼籲政府津貼市民上車及津貼基層市民租金，但是這些措施會為樓市提供新刺激。一間劏房月租5000元，政府如果向租戶提供1000元租金津貼，業主可能即時加租1000，租戶只會空歡喜一場，租金負擔沒有減輕，還因為此舉推高整體租金市場，連累沒有資格享受租津的市民都要承受加租之苦。政府津貼市民買樓，同樣會刺激整體樓價上升。現階段政府不宜推出任何可能刺激樓價上揚的舉措。不過，中美貿易戰戰況反覆不定，內地與香港經濟仍然陰晴難測，加上歐洲金融存在重大隱憂，隨時出現大波動，觸發全球震盪，故樓市的負面因素尚未除，市民對入市需採取審慎態度，不應受市場氣氛影響而操之過急，而看清楚形勢才定進退。